哟，那你不是叫我弟弟大哥的吗？大哥，我是个马头领出来哟，那就不得干了。我阿爸是呢，侬银子是想办法嘞？我没有银子啊，没有银子，去偷，不能偷的，去抢，也不能抢的，根本侬去讨，侬知道我是谁呀？侬是谁呀？因为侬是讨来呸，侬是谁呀？侬阿哥死了，侬去用点银子讨来，我不就马官兵中，侬是我讨回来，我不就门关好，娘就是难用。老爹，讨回去。人家不能去讨，说你不讨了？看这里是亲也亲不懂啊！